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说到牙齿，如果有一口好牙，加上阳光般的笑容，绝对会让你的形象大大加分。所以，如果您正面临缺牙或是补牙的一个需求哦，在人工植牙越来越普及之后，或许可以提供您治疗上很好的参考。不过，您到底适不适合植牙相关的疗程跟风险，我们今天都要好好来请教医师。现场为您邀请到成大医院口腔医学部主治医师张莹莹张医师，那有请张医师先跟观众打个招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口腔医学部牙周病科主治医师张莹莹。好，欢迎张医师哦。医师，我们缺牙的时候，除了传统的装假牙以外，近年来植牙也是相当热门咨询的选择哈。那到底什么是植牙呢？这个台语讲建喙齿，我觉得还蛮贴切的。的确蛮贴切，就是植牙它其实就是在你缺牙的地区、缺牙区域，然后将人工的植牙的牙根，然后植入这个缺牙的区域，然后后续再接上面的假牙牙冠这样子。是，那就我了解，这一般牙根的发展好像都是以这个钛金属作为材质嘛，还有其他选项嘛？那它主要的一个特性大概是怎么样？基本上目前主要的主流是钛金属的人工植牙，但是近几年来为了一些可能美观上需求更理想，也有推出一些就是氧化锆材质的植牙的牙根，这样子。它有不同的特性吗？它的特性就是说，因为氧化锆材质的人工牙根，它是白色的颜色，比起钛金属的人工牙根的话，可能在于比如说你骨头比较薄，或者是牙龈比较薄的情况下，避免就是金属颜色跑出来露出来这样子。OK， 就是大概是以金属的美观作为考量哈。那现在坊间很多诊所都标榜这个无痛啊、微创啊，是全口塑定或者这个自体来吸引患者注意哈。不过真的适合用植牙吗？医生，一般你们在评估之后，特别有哪些对象是不适合的？比较不适合是像是骨质疏松症的病人，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没有控制好的糖尿病的患者，然后还有就是没有治疗的，比如说那个艾滋病的患者这样子，对，还有一些血液或者是淋巴疾病的患者，可能都不是那么适合。那另外主要就是在吃药的部分也有影响，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骨质疏松症的患者的话，他们吃的目前有一些药，有几款药是会影响骨头代谢吸收的部分。那我们很常见在这类患者，如果做一些牙科手术的部分的话，常常会有骨头坏死的状况。那如果说，因为这个是我们最常遇到的患者，有服用这样的药物，那比较常见的药物可能是说像福善美，还有就是用注射方式，像是埃古瓦或者是宝格丽这样子的药物。那个风险都是蛮高，就是说植牙进去之后，也不一定是植牙，包括牙科的治疗，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骨头坏死的问题发生。那后续要处理的话，就会蛮麻烦的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比较年轻的患者，青少年，他骨头还在生长，那所以说他有可能因为车祸或者是运动或者是一些状况而缺失牙齿的时候，那你要把植牙放进去，可能因为它在生长，所以它骨骼还会变，位置还会不同，所以可能到了他20几岁、30几岁之后，会发现那个植牙牙齿，跟其他牙齿的咬合是不一样的，然后位置不一样，然后会影响到美观跟它的咬合的功能这样子。是。那另外那个卫生，口腔卫生不佳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基本上就是我们要进行植牙或者是假牙这一类的最后的治疗的时候，在这之前一定要我们都先确定民众的口腔卫生是清洁到理想的状态，然后他的牙周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牙齿不好问题都要先处理好，确定没有问题，再来植牙或者是做后续的假牙会比较妥当一点点。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现在抽烟的人其实也不少了，对，那抽烟的部分也会影响到后续
可能你植牙周围骨头容易流失，然后植牙容易丧失的情况，这样子。是，那确实就有听过患者他是因为这个牙周病没有治疗好，然后就植牙，那不久之后可能就造成松动啊等等的医疗纠纷哦。那当然植牙就是要解决这个缺牙的问题哦。不过如果没有做好完整的评估，那为什么会严重到威胁生命？就是植牙之前通常都要先做好各式各样的评估，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就是你到底适不适合植牙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基本上遇到刚刚讲那些有一些身体状况或者是药物的话，我们尽量会不建议植牙，或者是说牙周一直控制不好的话，我们也会建议不能植牙这样，因为后续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包括说可能植牙会有松动的状况，或者是说整个口腔就是会越来越糟糕。那刚刚就是说到那个凝血的部分，通常有在吃抗凝血剂的患者的话，它主要比较大的影响就是我们是担心它凝血的功能啊，就是它就是血液凝不起来，所以对伤口就会有影响这样子。缺牙，但是它不植牙可以吗？就是要看缺牙的区域的状况。那当然，你缺牙有可能是你前后牙都还有牙齿。那这样的状况的话，你当然除了植牙以外，也可以选择做传统式的牙冠牙桥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缺比较多，或者是你缺在那个区域的最后一颗或最后1-2颗的时候，因为你的后面已经没有支柱的牙齿，你就没有办法还有就是牙冠牙桥的选择。那可能就变成说，要么就是植牙是固定的情况下，你可以不用拿上拿下，那或者是就是你必须做活动假牙。但是活动式假牙可能它必须要去勾其他的牙齿。那有些民众会担心被勾的那颗牙齿是不是会容易就是会更加摇动的状况这样子。那或者是说会因为它是活动的，它会有沉降的一些作用，所以会觉得可能在咀嚼功能上不好使用。对。好，那医生根据统计这个植牙之后可以撑多久？我想是患者非常关心的因为毕竟有时候植一颗就要十几万那觉得这么贵，应该是可以撑很久，是吗？主要现在的就是文献都告诉我们说，大概5到10年的还能就是还在你的口腔里面使用的存活几率，大概是有90%以上的植牙。然后当然还有10几20年以上的文献，那个就会稍微再低一点，大概80%以上的存活率。但是这个能够在你的就是到底它能撑多久，其实也跟我们使用的方式有关系，包括说我们吃东西的习惯，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好好的照顾植牙，或是你的整个口腔的健康。是。那可能就是在我们台湾人来说的话，比较喜欢吃很硬的东西，那可能也会稍微折损一些，包括植牙或牙齿的寿命这样子。对啊，如果说他继续还是抽烟的话，可能也是。抽烟也是对。OK。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比较相关这个技术面的问题那到底植牙什么时候来介入？那有什么特别的差异而且竟然可以这个拔完牙马上做植牙的方式吗？目前就是拔牙跟植牙的时机大概是分4种。那第一种的话就是即拔即种的植牙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把牙齿拔牙的同时把植体放入。但是这个即拔即种的，它有一些比较严格的条件，它必须在拔牙前要先拍摄牙科的电脑断层扫描，去确定你牙根尖底下的骨头好不好，或者是你植入方向可以在那个骨头的位置，这样才有好的稳定度。那也才能够就是成功机会会比较高这样子。那这样通常会比较适合一些前牙美观的区域，因为蛮多人是希望说前牙美观不要缺牙太久然后不好看，这样会影响到他的社交的活动。那另外的3个的话，就是主要是第一个是早期的植牙。那早期植牙就是在我们拔牙后大概1到2个月的时候，进行植牙。那这个的话，这个时期通常就是软组织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状况下植牙这样子，那也是比较适合前牙美观的区域。然后再另外一种早期植牙，它是在大概3到4个月的时期
拔牙后3到4个月的时候植牙。那这个时候它的骨头里面形成会成熟度会稍微好一点点。那只是说第3个时期的话，它的骨头，因为在我们拔牙后3到6个月。这之间其实是骨头变化最多、吸收最多的一个区域。那所以在这个3到4个月的时候，其实骨头已经相较于前面已经有一点吸收比较多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时期植牙的话，就是比较容易会遇到就是需要补骨头的一个手术这样子。那第4个的话就是属于拔牙后半年以上比较晚期的植牙。那这个植牙的话，它通常可能就是说，它的那个区域。拔牙的时候，它病灶区域比较大，或者是可能多牙根的区域，那或者是说有可能它已经缺牙很久了，都会是属于这个植牙的时机。那这个时机就是会是相较于前面3个时机来讲，骨头会是缺损比较多的，吸收状况比较多的情况，所以相较于前面3种，它的补骨的手术的机会也会相对比较高，这样子。针对3项，不管是立即啊，或者是这个早期或晚期，大家比较相同，大概就是需要补骨跟这个软组织的移植哈。那我们再谈这个，待会我们再跟观众朋友做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植牙大概需要做几次？植牙目前有分次数有分2种，大概就是1次植入，然后就接出来，然后后续就是再看装假牙的时机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属于二次手术的部分。那2次手术的话，就是我先把人工植牙放进去之后，然后先把伤口关起来。那同时有可能会进行补骨的手术这一类的手术，然后关起来，然后大概等3到6个月，因为可能根据比如说以上下颚骨来讲的话，下颚骨的骨头的质地比较致密，所以我们人工牙根放进去的时候，通常会稳定性会比较好。但是像上颚的话，它骨质会比较疏松一点点，所以通常比起下颚骨、上颚骨人工植牙放进去，如果是采取2阶段式的植牙的话，它就是要等比较久的时间。那通常下颚骨是大概3个月左右，然后上颚骨是6个月左右。那如果说我们有补骨手术，或者是做软组织等手术、额外手术，通常会希望大概要等半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再做第2次手术，再把里面可能需要拿掉不可吸的材料，以及把植体的上面的螺丝的一些帽子换成就是接出来的套件，让后面的假牙的医师可以换那些套件去做后续假牙的一模的动作，这样子。是，那当然缺牙不像感冒自己会好，那个齿槽骨的流失也是一去不复返哈。所以呢，为了维持美观跟肢体周边的健康，医师你刚刚提到会所谓的补骨跟这个软组织的移植哦，那听起来就很痛哦。那分别跟大家谈一下，先谈一下什么是这个补骨。就是补骨手术，它大概有分2种。那根据我们骨头吸收的状况会分2种，一种是我们从 X 光片或者是在临床操作上植牙根放入牙根的时候，人工牙根的时候，它的缺损，如果这个人工牙根还有一定的稳定程度的时候，但是它周围如果有一些骨头缺损的话，我们会同时进行补骨的手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透过电脑断层扫描，判断出来，发现那个骨头可能就像刀片一样的薄，或者是它的高度不够高的时候，那就是光连放人工牙根进去缺牙区的骨头都很困难，没有好的稳定度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会先采取先补骨头，然后大概等至少半年的时间之后，再做人工牙根植入的手术，这样子。对，那所以如果是第2个部分，先补骨头再植牙的话，整个疗程会更长。是。那所谓这个骨粉就是这个补骨的材质吗？对，可以让大家知道。那我们骨粉目前就是有很多种啊，一种是自己的骨头，好，那但是自己的骨头通常我们会取得的地方，比如说是我们智齿那个区域，就是颚骨的地方，然后也有的一些可能口腔外科的医师，他们会从我们的髂骨关节，就是这边去取这样子。那这是自体骨的部分，但是自体骨它其实
它有富含很多一些在补骨手术的一些帮忙，包括说它可能比较容易有自己骨头再生的机会等等，但是它相对它的骨头，就是我们补完以后吸收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那另外其他还有几种的骨粉的材质，是一种是同样是人的，但是是别人的骨头做成的骨粉这样子。对。那通常那一类的骨粉，大部分都是只是当一个骨支架在里面，然后让我们自己那个补骨的区域的骨头再爬上去这样，然后再增加更多骨头。那再来第三种是动物的骨头，那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见，或者是最常用在植牙的区域，可能是牛的骨头，对，因为它的效果在支撑空间上是蛮不错的效果。就是一般民众他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骨粉吗？我们大部分会跟病人先讲一下，说这些我们会补骨粉，然后这些骨粉的来源是哪里，然后第四种就是人工合成的骨粉。好，那谈到这个补骨，这个所谓骨质的重建哦，那怎么样效果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植牙标准？它不管是在高度啊，或是在它宽度上面，是不是？基本上就是植牙的周围，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要有大概0.2公分的骨头的厚度，会对于长期的维持，然后美观上或者它肢体周围的健康都会有比较好的维持的效果，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出问题。那高度的话，就是应该是以美观为最主要考量，因为如果你的高度太低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变成你的牙冠会很大一个，或是很长这样子。那当然也是要看每个人的条对，然后每个人的条件，因为有时候这个高度的补，是最困难的地方，对，不一定高度可以补到最理想的状况。那如果说高度没有办法补到最理想的状况，大部分我们植体就是以你骨头高度在哪里，我们就是种在哪里，后续的空间可能就是由假牙的部分来补足这样子。OK， 那软组织的修复或移植大概就怎么样？那软组织的修复主要一种也是取自己的软组织，那个软组织的取的范围可能是你上颚舌头可以顶到的地方，那的里面的软组织，或者是你上颚最后一颗牙齿最后面，如果有些人的那边空间比较多，有比较适合的牙龈的话，我们也会取那个牙龈来补后我们的就是植体周围软组织，或者是说增加我们植体周围的角化牙龈。那角化牙龈，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什么是角化的组织，但是它角化组织是如果我们自己看自己的牙齿的话，牙齿周围就是会有一个比较稍微偏白一点、偏粉嫩一点的牙龈，跟你再往下往嘴唇就会比较多血管的话，那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比较靠牙龈、比较靠牙齿的那个牙龈的部分，通常就是角化的牙龈。那如果我们植体周围有角化的组织的话，好处是说，在你维护你植体周围的清洁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因为有些文献或者是有些民众会跟我们说，他如果角化牙龈的部分比较少的话，可能在清洁上会比较不舒服。所以通常还是会希望有0.2公分的角化的组织在你的植体周围这样子。当然，我想任何的手术都有风险哈。不过，植牙完会不会有问题？有哪些相关的并发症可以让植牙者有所警觉？植牙完后的一些并发症，比较常见可能是植体周围黏膜炎，或者是说植体周围炎。那这两种通常就是植体周围黏膜炎，它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植体周围软组织有发炎流血状况，可是它底下骨头还是 OK 的这样子。那植体周围炎就是已经影响到骨头了，骨头已经有一点就是比起植牙的时候已经有点缺损。对。然后再来的话，可能其他部分有可能就是比较像是技术端的一些材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可能在植体有断裂的状况，或者是说它的假牙有断裂的状况这样子。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有可能在手术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有些患者的骨头可能比较硬，所以钻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过热啊，或者是施力过大或这一类的情况，会导致说后续那个植体可能会有就自己脱落的状况，它就是没有骨整合的情形啊。是。对。那所以呢，刚刚提到植体这个皱微炎，它的一个治疗，听说比较蛮麻烦，就是因为它可能当初没有做好，所以牙周病的治疗，所以才会导致有皱微炎的发生。所以这个清洁是非常重要的。对。比较常见可能就是它的全口的牙周。可能没有先治疗好，然后没有控制好，然后或者是它本身后续清洁口腔卫生也不是很好，所以通常在这部分的话，无论有没有植牙，平常的那个牙齿保健就是非常重要，包括说3餐饭后一定要用牙刷清洁，然后牙缝都一定要用牙线或牙间刷做清洁这样子，然后定期还是会建议说，还是要定期就是在牙科做检查。回诊追踪回诊要非常重要，这样是。好，那我想人工植牙的确是因为可能这个术前评估不完全，那患者个人的健康或是口腔这个清洁不确实，然后导致这个植牙失败。不过一般医生你怎么样去定义那个所谓的失败率？那一般这个失败率目前的统计的话，大概是2% 到19% 的比率这样子。它算是初期的手术，还是说经过很久以后的一个状况？这个失败率应该是只要它植入之后有脱落、丧失，或者是因为一些发炎的问题，为什么它已经不能在那里面的，在你口腔内的状况下，这应该都叫做失败率。OK， 那其实就我了解了，这个植牙在你们牙科的医疗纠纷算是很多。那不过就医生的经验，过去有患者在这个诊所进行这个全口植牙失败，那转到你们成大医院之后的成功个案，可不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主要有一位，那他是来求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全口牙周的问题非常严重，然后他在他的上颚前牙也有就是植体的状况，那我们也发现就是他植体也是植体周围炎的非常严重的情形，就是整个骨头已经丧失非常多，而且有化脓的情况这样子。是。那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第一个先教导他口腔的清洁该怎么做，然后怎么样维持好，然后再来就是进行全口牙周病的治疗，然后再来就是将他那些已经非常严重的植体周围炎的植牙给移除掉之后，确定所有的口腔的状况都没有问题之后，再进行他前牙就是大范围的植牙的重建这样子。那我们在这样的 case 当中，就是也是进行了植牙，还有补骨，还有软组织的移植等等这样子。然后目前到现在大概可能2到3年的追踪，目前都是没有问题的。OK，好，这算是一个蛮典型成功的个案了。好，那我们再补充一下，那一般的这个人工植牙植入之后要多久才装那个假牙？目前假牙的就是装上去的时间也是有分了3种时机，一个就是比较立即性的装上去，那大概是1个礼拜内，就是你植牙出来以后，然后1个礼拜内装上去。那另外第2种是1个礼拜到2个月之内装上去，算是比较早期的假牙装上的时机这样子。那再来第3种就是比较晚一点点的，就是比较一般的假牙装入的时机，大概就是2个月之后，都算是传统一般的假牙装入的时机。那目前以我们成大医院来讲的话，包括植牙的部分，我们都是属于比较早期性的植入植牙，或者是晚期的植牙。然后假牙的部分也是属于比较一般传统的植牙，所以我们的相较之下，我们植牙的时间流程是比较久一点点的。可是在装假牙的过程当中，不是民众会很困扰，他到底在咀嚼上面或在清洁上，好像是会不会感觉很麻烦？它会有几个状况，一个是它还是呈现缺牙，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埋在里面。那通常就是它可能有活动的假牙去撑住那个空间。或者是说就是缺在那边，但是还是照一般就是清洁的方式清洁，但是我们都会跟他说，这个缺牙区的前后是一般民众最常忽略的地方，所以我们会特别每次回诊都会特别在跟他们叮咛那些清洁的部分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已经把人工牙根接触套件之后，对，那
我们也是还是会在，因为还没装假牙，所以在那个它的缺牙前后的那个区域跟那个接出来的套件，我们都会就是跟他说要确实的清洁。然后再就是假牙之后，当然就是跟一般你的牙齿一样，就是牙线、牙尖刷、牙刷这些都一定要做到确实这样子。OK。好，那我想每一个人这个口内的情况都不尽相同。那如果你有缺牙需要弥补，都需要经过专业的牙医师评估哦，针对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量身定做最适合的一个治疗计划。那或许这个植牙再好，也不是人人都适合。那今天非常感谢张医师的分享，也祝大家都有一口好牙，平安健康，再会。